你揾我買嘢啊？定你揾我做乜嘢啊？我想叫你幫我解決一個問題。乜嘢問題啊？事情係咁嘅，我同我老公真係過唔下去啊，點解？因為佢對我家暴，打咗我。唔係啩？我同佢結婚大半年，我哋仲係相睇認識嘅喎，認識咗大半年，我就覺得佢符合我個擇偶標準啦，係嘛？咁就同佢結咗婚咯。佢又覺得我符合佢，好快我哋就去領咗結婚證，但係仲未擺酒。咁佢點解打你啊？你咪出咗軌啊？冇係。咁你冇係出軌嘅，咁佢點解無啦啦打你呢？你聽我講晒先咯。我同佢瞓咗大半年啦。我哋依家都係合法夫妻啦喎。但結咗婚大半年之後，但係我哋結咗婚後，我日日都係因為好少嘅事情同佢鬧矛盾嗌交。日日都好少事情，咁點解唔互相遷就下？佢日日都諗住同我瞓覺，同我屌閪。你咩都唔諗嘅，日日都係咁樣，所以我真係頂唔順佢嗰種行為啦，所以想同佢離婚。經常都違背我嘅意願，強硬同我屌閪。咁我諗住想報警嘅，但係佢又怕，你有素質啲啊！佢會報復我啊！我驚佢，所以我想叫你連佢個麥上嚟同佢傾下，你睇下可唔可以連上佢咯？你姐姐，你約咗佢啊嘛？約咗啦，你快啲連上佢。你約咗佢啊咪啊？係，你幫我快啲連佢上麥啦，冇嘅。你可唔可以有素質啲？對唔住，快啲啦，小姐姐。對唔住啊，姐姐。你梗係啦。你可唔可以有素質啲啊？唔好意思啊，對唔住。冇關事嘅，我都係實話實說啫。我明白。對唔住，我都話唔想笑咯。點解嗰啲人咁樣黑我嘅？點解呢？點解咁樣黑人噶？唔好意思啊，即係你約咗佢連上嚟係咪？係，你快啲幫我叫佢。我可唔可以飲啖水先啊？嗱，我哋直播間咧要文明用語嘅吓，聽唔聽得到啊？姐姐明唔明啊？OK。我飲啖水先。你等到我1分鐘，我飲啖蘇黃水。你等我1分鐘啊！死啦！我隻碗幾日都冇洗，我都唔知飲唔飲得到。我今日個目的就係一定要同佢離婚。我等下練練佢先，你唔使咁激動啊！我飲啖水先。飲啖靈芝雙黃水。靈芝雙黃水啊？喉嚨痛唔好啊，舒服啊！試下多個肝都唔舒服，飲啖吓。讀咩主播啫？你死亡！呢個你有個匿名連麥嘅。喂，小月姐姐啊，你好啊，係我啊。你好。我係呢個陳翠華嘅老公啊。喺呢度啊。佢真連線上來啊。係我啊。我唔識你啊。陳翠華啊，我話俾你聽啊，我係絕對冇會離婚嘅，除非呢你把那個彩禮還有那些什麼還給我。如果你不同意的話，我跟你說啊，我絕對不會上罷甘休，我不會同意的，我不會讓你省心的，你知道吧？沒有，你為什麼會說普通話的呢？你是哪裏人呢？你剛剛說的是粵語吧？為什麼突然間說普通話？你是哪裏人呢？你是潮州人嗎？我是廣東梅州的。你是梅州人啊？是，我會說一些粵語。你平時是說什麼的？是說國語的，還是說說客家話的，還是說啥的呀？是客家。你係客家人？係，我係客家人。好啦，你不要說客家話啊，客家話我聽不懂的啊。
我知。啊，好不好？好嘞，做得。哦，他叫翠華是不是？翠華。哦，翠華還是翠花啊？翠華，他是陳翠華。陳翠華。哦，不用告訴我你的名字了，因為你是翠花，我就聽了翠花。你好啊，翠花，你講嘢。老人講話陳翠華，你唔是做太過分的事情了啊！你呢，要麼冇向老魏義，你就乾脆把嗰條利金本啊推上來，唔係咬你冇得好過。哦，佢話唔會俾你好過，咁你點啊，姐姐，你聽唔聽得到啊？聽到，小燕姐姐你睇下佢啦，佢就係咁咯，好恐怖噶，我真係冇辦法同佢過下去啊！你點解過唔下去啊？你怎麼這麼說的？你是真的沒辦法過下去呢，還是不想跟我過了？你能說一句實話嗎？我覺得你打心裡面就是沒有我，沒想跟我好好過的。你這話說的好像你挺有道理的。聽不聽得懂啊？他不會說我們的國語粵語哦，你盡量說國語吧，好不好啊？我聽得明，盡量說粵語吧。你肯定聽得明啦，他是你老公啊，他不是我們的老公啊。如果你們聽不明白呢，你就偶爾說一下啦。不要說客家話我們聽不懂的哦。我知，佢講嗰啲話咧，我聽我識咧，我知。啊，你講啊。黃文威。我當然係想同你過啦，但係你睇下你，我哋結咗婚大半年，你每個月7000蚊工資喎，只俾3000蚊我根本唔夠使。我想買一啲化妝品都冇錢買，我話我想出去做工，你又唔俾。哦，你為什麼不讓他出去工作啊？那我就想了，他在家裏邊那個膚白貌美的，畢竟怎麼說，人家說男人在外面掙錢，我掙錢養家嘛。再者說了，我一個月給他那個三千塊，他還少了，他怎麼說不夠用呢？你說我們家裏邊吧，就我們一家4口，就我父母還有他，你說吧，我們到現在還沒有一個一兒半女，還有呢，就是我們家裏邊吧，畢竟在那個鄉下的，我父母嘛，又是給他種菜，又養一些小動物啥的，夠他吃夠他用的了。還有你說那3克給到他吧，他平時也不怎麼出門，又不怎麼用，怎麼不夠嘛？在我們這一片，說實話，人家1000多都夠用了，就他咋花掉的？他這個不心裡面沒門啊，不清楚嗎？哦，咁你聽唔聽到啊，姐姐？咁佢每個月俾3000蚊，你應該都夠用啦。你又未生仔啊？邊啲夠用啊？係嘛？3000蚊，買一套衫幾百蚊，買一套化妝品又幾百蚊，咁我要同啲姐妹去下美容院啊咩嗰啲都要錢㗎。你仲要去美容院㗎？咁我同佢結婚前我都講過，我依家上開咁樣個年紀，34歲，我要保養㗎咯。咁我保養得靚啦，佢出去老公都有面子㗎啦，係唔係啦？但係因為咁樣，我心淡咗啦。我哋結咗婚咁啦，佢根本唔把我當老婆，工資自己攬晒，完全冇當我係老婆。人哋都話咯，老公嘅錢用喺邊度，心就喺邊度㗎咯嚇。哦，咁問題你哋都要生活噶嘛？我哋拍拖歸拍拖，結咗婚咧就少要經歷柴米油鹽噶啦嘛。咁你又佢7000蚊，佢都俾到3000蚊你咯，你仲嫌少啊，姐姐？陳翠華啊，你講嘅係咩話嘛？我冇當你係老婆，你當我係你老公啦嗎？我同你結婚已經3年啦，我哋係夫妻啊。但是咧每個月我俾你3000，我要求同你同房，你咧係要我手碼300蚊一次，你係咩意思嘛？咩意思啊？你都冇係當我係老婆，我心寒，我先就會咁做嘅，你好意思講？我嫁俾你之後，你好似個餓死鬼咁樣，一個星期日日都係諗住屌我嘅，但你工資都係自己攬喺自己手住，根本都唔把我當老婆。我覺得我自己連快餐都不如。黃文輝，你自己諗下，你出去都要幾多銀紙一次啦？你個講嘅係咩話嘛？我本來我想結婚後，我把工資都分給你個體嘅，但是你咧冇沒幾個月，你知道吧？他每個月都要回家1-2趟。啊，回哪裡啊？回外家是不是？回外家嘛，回他娘家嘛。啊，為什麼？你說我們都大半年來了，我1分都存不到，
他呢总是找理由，回到家吧又说他母亲那边就是丈母娘那边嘛身体不舒服，然后这里磕磕碰碰了，那里青一块紫一块了，然后呢要么就说他母亲那边反正吧各种理由，总是说一些不舒服的，甚至呢说他母亲想他了，你都不知道啊。就是每个月回一趟啊，是不是？这一回去吧，你是每一周是不是？是咪就是就係我阿媽打電話嚟或者講佢邊啲唔舒服嘅時候，我肯定要翻去睇下噶啦，係嘛？你每個月回去一趟，是不是？回去一趟，但是才一次吧。最少都一次啦。你邊度人嚟嘅姐姐？我係廣西嫁河源嘅。咁你死火啦！咁你廣西嫁到過去廣西嫁到去客家地方，你作死啊！咁你每個月翻一次廣西啊？你個法溫？係啦。我阿媽身體唔好嘅咯，佢身體唔好咯，我都唔可以翻去咩？可以，咁可以。係咪小燕姐姐你睇下？小燕姐姐你睇下嗰個人係唔係好核突、好惡心啊？我阿媽身體唔好，我梗係要翻去睇下佢，照顧佢日把兩日噶。佢咁樣都信計我，都要記住我。係嘛？仲有咧咁。不是你這話咋說的？我咋想的？我怎麼想就算計你了，而是你是吧？你連續3個月你都這樣，我真正可以丟你嘅一個時候呢，就是在4月份才開始。4月份。但係你一個星期除咗我大姨媽期，日日都要，你當我係咩啊？你講，你當我係咩啊？你都冇當我係人，你喺外面搞一次都要幾百蚊啦，你自己睇下啦。從4月份開始，每個月只俾我3000蚊我，你計一次，你當我係乜嘢？呢個我冇當你係咩嘢，我係你老公啊！我丟你咪係正常噶嘛？你講嗰啲咩話嘛？不好意思，我好怕封號，有一個人連上來跟我主持一下嗎？你就係冇尊重我，我唔想嘅時候，你強攻咁攞開我2隻隊，我同你講，我恨死你，我要同你離婚，你唔離婚就掃碼入房，冇係我就報警告。咩意思啊？咩掃碼入房啊？掃碼咯，掃我微信二維碼咯，俾錢啦。我連個人上嚟啊！我封號。我已經夠喊噶啦，你個女人仲喊過我。你個，喂，個男人啊，係啊，你應該，如果講嘅情況，你應該要到佢盡噶喎。我冇笑啊，我冇笑啊。老婆喎，佢咪係應該老婆嘅任務嗎？我沒笑，我沒笑。喊噶啦，你講嘢仲粗口過我嘅。我沒有笑啊。你講咗8000幾樣咁嘅話，你都講得出嘅。有冇變化嘅你？姐姐，我自己都上來，你知唔知啊？我知道。我聽不懂你在說啥？你話乜嘢啊？姐姐，匿名姐姐，第一個匿名姐姐，我想問咧，你當你自己係乜嘢啊？係咪老婆嚟㗎？係啊，她係我老婆啊。我知，你唔好講住，匿名哥哥，你唔好講，問緊你老婆，幫緊你，點啊？係啊。匿名，你咪佢老婆嚟㗎？我肯定係佢老婆啦，係因為佢有錢就攞，點解要收錢？要送微信碼，我第一次聽喎。跟住咧，仲要每一次都要俾錢啊？咁你嫁俾佢做乜嘢啫？不如唔好嫁啦，去做嗰啲好過啦，仲爽啊你，有錢收。兩公婆都可以講得咁嘅説話，調聲嘅喎。你尊重下第個啦，尊重下個老婆，尊重下個老公啦。唔係，尊重下直播間啦，成個直播間都係咁。少嚟少去，少嚟少去。你覺得核突，我覺得核突。我係喊得，我喊濕得啦，有書問。我喊濕得就好書問㗎。你繼續講啊！你講埋先啦，我哋聽佢講埋先咯。佢俾銀紙好少㗎，我又用喺自己身上，又用喺家用。係啦， 3000蚊佢賺嗰7000蚊係咪啊？我冇記錯係嘛？7000蚊家用，佢俾3000蚊你都覺得少啊？一半，差唔多一半你喎。我仲要開啲家庭㗎咯，我仲要開啲。但係你38歲就要保養啊？但係我聽你把聲咧好似34歲。你34歲，但係你把聲好老啊！
我個喉嚨聲音就係咁㗎。原來你個喉嚨，但係你又唔使出去見人，做咩又要做 facial，又要去買靚衫，又要去呢個化靚妝嘅，買靚嘢嘅，我唔好明啊，其實呢一樣嘢，你又唔係出嚟做嘢喎，係咪啊，姐姐？佢嗰度信號唔好。邊個信號唔好？佢聽到我認緊我。我心寒，我知係咁贏啫嘛。佢呃你咩啊？喂，佢呃你乜嘢啊？你話？你話嘛？我呃你咩嘛？我心寒，你做個行為，我心寒。有幾心寒呢？兩咁公婆女人就唔應該打扮自己咩？唔係可以。你話我把聲流，所以我咪依家要保養咯。把聲冇得保養嘅，我同你講。但係我想又問你啦，咁你化到咁靚做咩啫？你久唔久買下就得啦，使唔使經常買啊？個個月買？我翻工啊，我都唔需要啊。咁佢同埋仲有幾貴一啲嘢？洗洗嗰肯定仲要買第二套嘅咯，係嘛？嗱，其實咁講下，你懂咩呢？嗱好，老婆啊，我一開始也是把工資給到你的，但是你全部都往外家拿了，你怎麼說我一個月7000只給你3000嘛？哦，就是一開始他是靚女有頭家嘅，住廣西啊！嗰個靚女我懷疑住廣西有頭家嘅。我都覺得係啊，一定有嘢嘅佢，唔係淨係咁簡單。靚女，如果你既然話係咁樣噶，你點解要嫁老公啊？你不如唔嫁老公啦。不知道啊，他每個月都要回娘家的。你說我們是夫妻，我只是行使我作為丈夫的權利，我能有什麼錯嘛？可是他冇錯，不同意。作為男人係冇錯，作為女人又係冇錯，你應該唔應該係嫁老公？你點解要嫁老公？你唔係應唔應該嫁老公嘅問題，我就已經結咗婚，唔係討論呢個問題。我阿媽身體唔舒服，我肯定要翻去睇啊！難道你媽咪係咩唔舒服？翻去唔使錢咩？翻去唔使錢咩？你阿媽，你老人家嘅話，咁係肯定有啲老人家梗係多少有啲問題噶啦。嗱，拎明姐姐正話咧係你老公講嘅，話你嘅藉口就係翻你娘家，但係之前你冇講過話你去翻你阿媽度探你媽，同埋你阿媽有病買啲嘢翻去俾你阿媽，呢啲全部都係你而家先後補講嘅。之前你講嘅嘢咧，保養同啲姊妹出去，跟住咧就要買化妝品扮靚，係冇提及過你阿媽嘅。我有冇講錯啊，孫姐姐？你個個月咁佢而家咁講唔使㗎。咁即係你而家咁樣，你後補啫喎，係你老公講個藉口出嚟俾你聽啫喎，係幫你講埋個藉口啊，姐姐。係你好啊，蓮花姐。你哋可唔可以俾我講一下？你講。因為我前兩日睇到一個視頻，微視頻嗰度嘅，有一個人又學似佢咁樣嘅，不過佢開口要嘅仲大。一入門口，翻到佢屋企門口嗰個係貨車司機嘅，一翻嚟一次要2000掃碼，然後咧入到佢個房門咧，然後有兩個二維碼貼住。嗰啲吹水嘅啫。呢啲做出嚟嘅啫，唔好講呢啲。唔知係咪吹水？反正嗰度貼咗兩個二維碼，就係吹水嘅啫，蓮花姐呢啲誇張嘅啫，邊有可能啊？但係你而家就唔吹唔吹水啊？你而家就佢都要掃碼，為咩要掃碼？仲有一個問題，你結婚嗰陣時要幾多禮金？結婚嗰時要咗幾多禮金？靚仔，我知，你講咯。你結婚嗰陣時俾咗幾多禮金？12萬。12萬係咪？12萬啊！係，12萬。仲有一個你個女嘅真係咪真係我哋覺得好似懷疑係咪佢有個家？好似你廣西同梅縣翻去都蠻遠嘅喎，路程都要可能咪要200-300啦，唔好講幾多來回係咪啊？咁你一個月翻去邊知200-300翻到梅縣？知唔知？我算嘅係200-300，我算嘅300。加上如果你老公先揾7000，你哋冇講過啦，你哋聽我講下去咯。你講。仲有咧，我又冇知佢咩時候心情唔好。我咧，我講你哋聽咧，我同佢係結婚㗎啦，我哋係夫妻啊。我本來咧，我係擔心佢同佢不頭到老嘅，但佢咧睇他的行為啊。就讓我非常的不踏實，你知道吧？為什麼不踏實？你蓮花姐憑你的聲音啊，你的那個電視聲關了，為什麼不踏實？不踏實嘛，你想一下，他呢在家邊啥也不幹是吧？家務也不做，洗衣拖地啥的都是讓我們家老人做。每天吧就知道在外面玩，成天吧在家那會就是只懂得逛街，
懂了去玩去打牌什么的，而且回到家里边还是3更半夜才回来。还有吧，你说每个月还得2头走是吧？那个时不时就回他那个外家那边。你说我跟他这样过日子，我哪知道他是干啥的？我知道他是不是想跟我过日子的？他心里面到底有没有我？他到底在外边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？我真的是一无所知。你說我咋能踏實嘛？我心裏面怎麼想的嘛？點樣唔踏實咧？你點樣唔踏實咧？你講俾我知。夫妻佢講聲有頭家嘅，你係靚女。冇，我冇有喎。如果係咁樣，佢係疑心病太重嘅，佢係疑心病太重嘅。講句公道話，你就貼12萬我都唔攞你。如果係我咁嘅性格啊，你嗰種咁嘅女人，你貼12萬俾我，叫我攞你我都唔攞。陀衰男人啊，呢種女人啊。佢係佢自己疑心病重，我冇有。唔係你如果係你老公俾你3000蚊，阿叔令到人哋係對你有咁嘅疑心。阿叔你停一下先，你分析下先。我話佢老公俾佢3000蚊，佢竟然攞幾多錢去買化妝品，竟然做美容做乜嘢？你本身3000蚊係一家人嘅開支，你就去做晒呢啲嘢，你點樣？一係你就係你老公要俾你出去做嘢，唔好話唔俾佢出去做嘢。你哋都冇知啊！你都冇知啊！我給他3000，那都是零花的。每個月那些柴米油鹽，我都給他備得好好，準備得好好的。家裏邊那些吃的用的，我們家老人都在幫他弄得好好的。他每天就在那裡翹着2郎腿，啥也不用做。哇！你回外家啥的，還有我講我要出去做嘢，你唔俾啫嘛。我講我還有你作為老公你也錯了，你幹嘛他要幹活，幹嘛不給他去幹活？對啊，為什麼不讓他去幹活呢？你應該給他去幹活，一個人閒起來呀，就要看這個什麼買東西，就是你聽我說，他女人都是這樣的，一吃飽，你聽我說。女人都是這樣的，一吃飽，只要她吃飽了，她就亂想東西，她就去，她就會想幹嘛個東西的啦。依家購物平台咁多，但是我不明白哦，你這樣養她，她都不飲當起來的，她不跟你飲當是不是？人哋有可能喺出邊食飽咗啊，小遠，翻嚟又唔再食啦，其實我想問一個問題，我連屋都唔得屈，我去外邊食匿名哥哥，匿名哥哥人哋老公，你哋聽我講咯。匿名人哋老公，喂，人哋老公我問你啊，人哋老公我想問你，佢每一日都玩到咁夜啦。索性不如出嚟做嘢好過啦。其實你又唔知出嚟，俾自己喺嗰度半夜3更先翻嚟。半夜。問下個靚女，你日日都半夜3更翻，你去做乜嘢咧？砌長城啊！佢連屋都唔俾我出，有得下。唔係你回答我呢個問題。肯定是有出的，肯定是有出的。呢個係佢講假話嘅，我唔係啊！你叫佢阿媽日日睇住我嘅，我呢個仔，你佢係咪日日都經常半夜翻？係啊。那其實為什麼不讓他去搞一個工作呢？因為女人她有空，她就會想啊，她現在又沒有生小孩子，對不對？仲有一個問題，你都聽完他們說一下好不好？那個蓮花。佢老婆係咪好靚女？問問佢唔俾佢出。蓮花等一下，蓮花等那個大叔講一下哈，大叔你講。啲普通話死人頭好似我都冇聽清楚你講。我叫你暫時不要說句，先等這個黑加路咧先講完，佢講完之後呢，你再評論，你要問一下他。我慢慢講咯。啊，你講。我白話不是很順暢啊。說多一點普通話就好了，我也很好的。黃文輝，你聽我講下啦。我啲人同你冇搭實，你知道吧？你收聲，我講開我啲先。好啦。你講啲人唔搭實啲嗱，夫妻歸要做個嘢我都做咗咯，但係你呢？你工資都係自己咪住，夫妻做嘢要俾錢㗎。睇佢講完先啦，呢個叫做本身。每個月又俾3000蚊，我又唔俾我出去做工，你就係想韞我喺屋企，一啲空間都唔想俾我，一啲私人空間都唔想俾我，你自己講啦。法嘛，我不是想把你留在家裏邊。你說我們倆吧，都已經馬上要40的人了，我也是想早點不宅了。然後我是不希望你累嘛，你想一下，我這不是這麼長時間了，你沒有任何一點動，我就想讓你在家裏邊好好養身體。還有呢，你說出去工作吧，累的，他說太累了。又是說人家欺負他，說人家笑話他，你說我怎麼整嘛？讓你在家裏好好養身體，這不是為了你好嗎？你都發神經嘅，我出去遇到做工做嘢，遇到啲唔開心嘅同你翻嚟，
溝通下，我今日喺外邊做到咩，遇到咩唔開心嘅事啊？咩？同你講下，你又講我喺度抱怨又攰又咩？你都理解錯我嘅意思啊！我真係冇辦法同你過下去，又冇辦法同你溝通，我一定要離婚。我同你講，黃文輝。可唔可以我講到佢等佢講完先，你講把他講完了那個帥哥，啊？我說他別，我都已經把話說到這份上了。那個陳翠華，你可冰了啊！我告訴你，如果你一定要分開的話，那你就要把我那些東西，禮金也好，金契也好，通通還。語言識別不了了，我都話語言識別唔到了。連上來吧，重新連上來吧，好不好？重新連上來吧，重新連上來好嗎？重新連唄，重新連唄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那個還有你的老公哦，你那個客家人哦，客家人連上來沒有？客家人，喂，你快啲連上來啦！喂，你喺度做咩啊？喂，聽媽媽，那個客家人啊，天連線的客家人，哦，搞咩嘅？客家人啊！客家人，有人叫我唔好講普通話，但我都要尊重人哋嘅。人哋講普通話唔通我講粵語咩，大佬？我知，我咧仲有咧，我冇會同意嘅。為什麼？我冇會離婚嘅，講咩都冇用。哦，咁唔理咧。小燕姐姐，你講，你睇下佢咁個人都有嘅。咁我同佢根本都唔合適嘅，但係禮金同金器我肯定唔會退嘅，因為我同佢瞓咗咁耐，我唔可能白白俾佢。咪住，聽講話你要數我哋同佢瞓喎，你做咩退翻俾人啊？佢話乜嘢啊？佢話白白乜嘢啊？我冇可佢話啲能白白禮金退翻俾人，哦，咁一日佢都俾錢你嘅喎，聽講。你諗下男女朋友之間嘅男女關係嘅都要買，偶然要買嘢啊送俾女朋友男朋友啦。我哋依家係夫妻喎，你既然你俾咗禮金同金器我同你結咗婚又同你你生活知道咁耐，夫妻你就唔好等佢傻個假你就叫我對禮金啊，唔可能噶。咁你咁樣你做咩開始你要結婚咯？冇錯啊！你哋講咯，夫妻之間同房唔係咁正常噶嘛？係咯。但係我唔俾有你咩？你自己講。咁我有心情唔好啊，心情唔好，邊個仲想去行房嘅嚇？你諗我係畜生係咪？你講阿叔，我係人嘅咯，人就要有愉快嘅心情就可以去行房啦，係嘛？仲可以有愉快嘅心情就可以。有素質啲。有素質啲，唔准講呢個詞啊！話俾你知啊，我封你落去㗎。唔係啊，靚女，既然你話係唔合適嘅，你應該要跳去一部分禮金翻人哋㗎。你話我冇話冇合適喎，我從頭到尾我冇話冇。嗱，死唔死？佢封咗啊！呢個姐姐唔可以講呢個話。我講你咧，陳翠華咧，你講咩都冇用。佢應該封咗。我冇會講句真㗎，喺個女人嘅語言談吐嚟講咧，我覺得個女人唔老實。係啊。喺佢個舉止呢個女人把嘴啊，仲比我仲要難啊！咁多人面前佢都可以咁粗口㗎。嗰個女人我發覺佢有啲早已有預謀，係為咗金錢而來嘅，有一種預謀嘅。哇！佢比嗰啲企電線姜頭嗰啲仲划算喎。佢可能係乜嘢㗎，哥哥？你不如等佢啊！佢可能封咗要封咗乜嘢？唔止10分鐘啊！佢啊封保證唔止10分鐘。唔知佢封咗幾耐咧？阿靚仔，咁嘅女人你都要得落手嘢嗰啲嘅。語言啊，同埋談吐啊，嗰啲舉止啊，真係有講嘢又粗口，又唔斯文，你都要得落手嘅嚇。仲要入一處房掃一處茅啊！呢個係恥辱，男人嘅恥辱，知唔知道？我到38歲啦，知唔知啊？唔係啊，靚仔，我發覺你同嗰個女人都好難白。但係你同佢傾傾，你今係各自行一部分，退一部分啦。你趁早同佢分開好過。本來我嘅家庭條件都冇好，我好難睇
還個老婆嘅喎，你知唔知？誒，我聽得明啦，我聽得明啦，佢哋嗰邊咧應該好難娶老婆嘅，唔係話咁揾翻樣。佢翻去下半生咧好難過，你有幾多錢供養佢啊？冇辦法噶喎，嗰個女人係有心噶，有心裝索噶，絕對佢係有兩頭家。你連埋佢上嚟先啦。我已經好努力同佢喺一齊啦，你知冇？啊，呢個做好自己，你好啊，做好自己，做好自己。我知。唔係啊，我不是叫你，我是叫我倒數第一麥的，他叫做好自己。喂，在這個家裡面，我已經很盡力了。那個老癲妹說寧教人打仔，冇教人分妻，咁我冇叫喎，係本色歌叫啫喎。你肯佢啃咗佢嚟啦，咁嘅嘢你啃咗佢嚟啦，處同佢做嘢要數幾百蚊，話你數得幾多數啊？我叫嘅，我成日我叫佢分開嘅。嗰個有啲女人嘢唔合適就真係要分㗎，唔合適就你要你做乜啊？唔合適一定要早分，唔好遲分。其實咧可以連翻佢上嚟嘅，可以連翻佢上嚟嘅，但係咧但係佢可能佢因為佢講屌乜嘢嗰個咧，佢封號嘅係應該封咗10分鐘，大概有7-8分鐘。你話我等埋佢連上嚟啊，定係定係我打住10分鐘廣告先？你哋話啦。係啊係啊。嗱，我講俾你知嚇，你咧就唔能夠講粗口嘅，你要講啲平平凡凡嘅嘢嘅。如果唔係嘅咧，就會封鳩咗你個號嘅咯喎，知唔知啊？太激動啦，我冇咁激動。哦，你唔好咁激動係咪？你唔係激動，你係粗俗啊！你明唔明啊？粗老豆。嗯。我依家同你講下，佢就係咁人，我要出去打工唔俾，又唔俾錢我管，我一啲安全感都唔有嘅。陳翠華，你說吧。啊，我是不會跟。今日都係要我喺屋企，仲要叫佢媽媽日日盯住我，我真係令我好崩潰，好壓抑嘅。你說是吧？我也不放心你在外邊工作。為什麼？在家裡面好好待着。為什麼？我去做嘢，你已不知道經唔放心你在咯。外邊同嗰啲男人啊講嗰啲話啦，特別曖昧。男人啊，都為什麼？為什麼？同人溝通啫嘛。溝咩通啊？你不要說話，那個美女，你個靚仔佢同嗰啲男人做乜嘢啊？講嗰啲話咧，非常非常嘅親密啊，朋友，哎呀，同啲男人出去食飯啦、瞓覺都有嘅。瞓覺啊？阿姐姐瞓覺咩意思啊？咁你都要？我冇佢講嘅咧，佢屈我嘅。咁你有冇同人哋瞓過先行咗出邊，姐姐？冇瞓過喎，我對天發誓冇瞓過。冇瞓過噶噃，咁你唔好屈人哋喎。佢同人哋咁樣傾偈係有嘅。咁你做咩同人哋傾偈啊？你傾啲乜嘢啊？同人哋？人哋講有啲咩？我在手機看着呢。啊？我看他手機裡面看着，人家把他給喊出去，然後呢，有時候夜不歸宿嘛。我唔出回來的話，夜不歸宿。外邊一個男的，成天你自己阿媽日睇住我夜不歸宿，你講話有啲呢一個喎。咁即係冇夜不歸宿嘅，你唔好屈得屈喎，哥哥。你自己忘記開，你叫你媽媽一日睇住我嘅咩？我去出去買嘢，你阿媽都跟住講我又一起同你行街咯。你講我日夜唔出去，你呢係乜嚟嘅？我冇人嘅，我冇人。而家你真係一個人在點，一個人在駁嘴。佢話你冇邊界感啊，人哋覺得你冇邊界感啊，姐姐你明唔明啊？你結咗婚你仲行去同人哋聊曖昧。邊界感，但係佢屈我，又同人哋瞓覺，我又日日出去，佢自己叫佢阿媽日日睇住我，我點樣出去咯？他在這裡啊，你聽不到他在說話嗎？這我聽不到。哎，你怎麼會聽不到呢？他在說話呀。那我怎麼沒聲音啊？你聽得到我說話嗎？能聽到。那你為什麼聽不到他說話的呢？你們說一下話，旁邊的人。黃文輝，黃文輝。那些大哥大姐能說我能聽到不？黃文輝，要不你重新上過來吧。我們都在說話，你為什麼聽不到的呢？行，那我先來吧，重新來吧。唉，聽到啊，我哋個個都聽到噶。嗰個梁仔喺度咧，硬喺度壓住晒個位。聽到啊，聽得到佢講嘢。喂，黃文輝，你等下我連過佢啊。聽到未？喂。哦，我聽到啦。聽到啦，係咪？佢話佢冇做呢啲嘢啊，話你屈佢啊，話你媽成日盯住佢，佢點走出去同人哋瞓覺啊？明啊？
講啦，我點解而家都聽唔到啦？你聽唔到咩？聽到啦，你講嘛。我講你自己忘記開，你叫你阿媽日日睇住我。唔係啊，我想問下你啊，哥哥，你今年幾大啊？你多大啊？啊？邊個？大哥，你呀？我38歲啊。那個女的34哦，你們兩公婆哦，你們這麼晚才結婚嗎？對，因為怎麼說吧，家裡條件不好嘛。他呢？他的話，我不跟你說啊，他當初怎麼跟我說的？他說他之前有過2段那個婚姻啊。兩段，他就是結過2次婚，是不是？對，但是我查到的根本就不是這麼回事。他前後總共有過5次婚姻啊，你知唔知啊？而家呢，他同他第二個前夫呢有2個仔，你知唔知啊？佢呢一直呃我，你不跟我說實話。哦，他是靚女啊，你到底結過幾次婚啊？2段同5段有咩區別啊？都係個事咯。你想點咯？我都冇咩好講啦。我之前同你溝通過，以前嘅事係冇講以前，你自己應承咗噶啦。你依家又翻我以前有幾多段都唔關係，你啲過去就是過去。你再咁樣講，我更加同你過唔埋。你自己講你自己冇計較過去嘅，依家你又你一開始你話俾人哋知你2婚，你2段婚姻，你死於有5段婚姻，你話計唔計較啊？唔係啊，思而家我驚佢。我頭先都同你講喺度講噶啦，我話個女人係有目的結婚嘅。我聽人哋言行舉止知道嘅人係有目的嘅，我已經講過啦。邊個冇過去咧嚇？邊個冇過去？我同佢講我有過去嘅咯。同依家5段婚姻係你係有一定嘅目的㗎。我大佬都同你講，你結婚係有種目的㗎。我要從細蚊仔咁樣，要數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咁樣數俾佢咩？冇可能啊！咁傾偈嘅肯定係大個嘅咯。你叫孔子結婚攞孔子禮金，幾講幾計？你個次就12萬，落5次又12萬，你計你為咗結婚嚟賺咗幾多錢？你係嗰啲係我同黃文，嗰啲係我同我老公嘅事情，我同佢傾好嘅咯，以前我完嘅咯，點講我？你攤到人哋講啊！你係呃人哋啊！你瞞緊人哋啊！我覺得佢係騙婚嘅呢個女人。直頭係啦，我頭先都已經講啦。第一，佢有2個家庭，有家庭；第二，佢係有目的結婚嘅。你哋咪知啊？佢第日個老公喺邊呢？都建起了大別野了，你知道吧？別墅不是別野，大哥。我覺得佢一定要個男嘅一定要去起訴佢。如果離婚嘅話咧，就要問佢攞翻啲禮金，退翻啲金首飾。別墅建起了大別墅，不是別野。所以我想嘛，他是不是每回都拿個錢呢，拿回去給他那個前面那個？靚仔，你幫我起訴佢啦！你好難養得緊㗎，嗰個女人，佢係有目的同你結婚㗎，你起訴啦！你走法律途徑啦！一定要起訴佢啊！我發誓我冇有呃佢，一定要起訴佢呢個女人。我覺得佢真係騙婚嘅，5段婚姻你諗下佢5段婚姻呃幾多禮金翻嚟啊？我冇呃佢喎，我同佢離咗婚咯。我同佢領咗結婚證噶啦，喺法例上我係佢嘅妻子嘅喎。係佢妻子係點啊？你5段婚姻，你呃人哋嘅禮金12萬，然之後啲金首飾又唔俾翻俾人哋，又話同人哋離婚，咁仲唔仲係騙婚啊？你仲想點啊，靚女？我一開始係真心愛佢嘅喎，係佢唔當我係老婆啫嘛。你個個都話真心愛嘅啦，5段婚姻喎，係人都諗得到嘅啦。得啊，你離婚都咪離婚啦，你俾翻啲禮金人哋咯，退翻啲金首飾俾人哋咯。嗰啲我哋講過冇有得退嘅喎。你幾時講過啊？我依家同佢講。結婚前有冇講過啊？可以調查而家上到攞5段婚姻。結婚前口頭傾嘅時條口啊，時條乜嘢嗰啲應承，乜嘢都係你呃。依家哦，得啦，我而家我要上班了，現在沒時間了，我準備要打卡了。真的跟他沒什麼好說的。總之吧，我不會同意的。你想怎麼地就怎麼地。總之吧，你要是真的想離開我，你必須把我那些東西給拿回來。不拿回來的話，你啥都不能說，我不會同意的。黃文輝，我講你知，我唔會同你離婚，我又唔會退禮金。嗱，咁如果你唔嚟嘅話，咁你點啊？你話啦。係你之後，如果我唔同意，你夾硬要我同房嘅話，我就救你，就係咁。我冇講咁多，我同你講啊，有冇退嘅禮金咧？我冇會離婚啊！你講咩？男嗰個
嗱嗰個你去369啦，369加價佢又唔係專門騙㗎。哦，佢要上班，你應該趕住上班個哥哥。上班啦，係啊。你報369啊，叫369查佢啊。係啦，我都唔驚。呢個女人係唔要得㗎。姐姐啊，姐姐其實咧，姐姐你冇心同佢嘅，你不如咁樣啦，你俾翻啲禮某金人哋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人哋告你嘅，真係㗎。騙財又騙色，嗰個女人真係嘅，一定要攞翻嚟禮金。咁個女人第一次見就5段婚姻，你睇佢一段婚姻12萬幾咁樣，話5段喎，哇！你諗下，可想而知佢加幾多人哋禮金佢。我點要俾翻佢咯？你點解唔要俾翻人哋咯？難道我要俾佢白拉我同啲咩？點解你那時要同人哋結婚咯？你結咗婚又唔俾人哋同你瞓，咁你係意思係咩意思啊？你做夫妻，你做老婆。唔得㗎，姐姐唔得㗎，因為佢半年啫，你明唔明啊？佢拖多幾年，佢一直拖住你，你又點樣呢？明唔明啊？可唔可以報㗎？呢個嘢啊，有冇人懂啊？有冇人懂法嘅？有人懂法嘅，可唔可以科普下？佢本唔懂意思話888可以報㗎。嚇？直接去法院告佢騙婚，呢啲人係冇用嘅。你明唔明啊？姐姐，你有前科嘅，你明唔明啊？你結咗5次㗎，我唔知可唔可以報啊嗱。你哋幫我查下民法典啦。你有5段婚姻個男主人全部集合晒一齊，5個男人嘅，全部嗰啲口供都指向你嘅，你就死硬嘅，你走唔甩嘅你。報佢，等佢入去坐花廳啦！呢個女人。你咪以為你名正言順話咁樣，369可以拆得水落石出㗎，你唔好口硬啊！佢5個當事人全部坐埋一齊，你係知道你點樣呃人㗎啦。一個兩段婚姻咧就冇問題，但係你壟斷絕對要調查㗎，你唔使講，係你騙婚嘅。你30幾歲，你30幾歲用走5段婚姻，絕對你係騙婚嘅。咁係咯，你自己我冇呃有佢，係你自己話要離婚，離婚又唔退禮金俾人哋。我批本咯，但係佢又同我同機開大半年，受傷嘅係我啊！哦，即係你話佢同你，即係佢同你搞咗大半年，你嘅意思係？你有冇同人哋生到小朋友啊？冇啊！嗱，我連咗個上嚟啦。結半年係咪12萬幾？機就係咁，佢老婆後面仲得到乜嘢呢？得到雙倍嘅賠償，跟住後面啊嗰啲財產咩都係得到佢老婆嗰邊去，跟住我司機乜嘢都得唔到，得個吉仲要入去坐10年。你係咁樣嘅話，根本上369好容易查得到啊！我話你知，你仲要係5段婚姻喎，姐姐，你唔係2段3段婚姻喎，你5段，哇！我12萬，每個都12萬，你真係賺都唔知幾多錢啊！真係5個攞金坐埋一圍台呢。嗰啲口供性舌口嗰陣時咁多，你話點樣，你口硬係冇用㗎，你擺喺佢5個法律㗎。唔係啊，應該真係要 check 一 check 佢先得㗎呢個女人。你哋講話嘅，如果你哋唔規律，你哋係咪又喺外面亂搞咯？你唔好拉開個話題，你呢啲唔關呢啲咩規唔規律嘅問題，你咁樣嘅情況啊，肯定唔係嘅，咁你冇理由個人㗎嘛？你有咩病啊？你唔規律，你話俾我知。我懷疑佢已經喺出面食飽翻去啦。唔係你個月嚟嘅係咪？你係咪個月都會嚟嘅？係啊，咁你冇可能唔規律嘅，姐姐你講大話啦！我同你講，因為我幾個月先嚟一次嘅，或者1個月嚟一年嚟2、3次嘅啫，好痛苦嘅。我唔同你嘅，因為我有多囊卵巢啊！直播間嗰啲女人，我想問下你嚟完之後，你最起碼你有20、30日你係唔嚟噶嘛？或者10零20日，你10零20日你可以留喺屋企噶嘛？啱唔啱先？佢都唔想同我呢個男人過啦，我睇見佢。嗰個女人同嗰個男人離咗之後，繼續仲有6次婚姻添，繼續去行緊啲咁行啲乜法律途徑，繼續係。佢仲會行呢條路㗎，我話你知啦，小圓姐姐。咁如果嚟咗，你以後嫁唔嫁先啊，姐姐？唔使講啦，佢呢啲就算嚟咗再攞結婚證已經有預警㗎啦，已經有預警嘅，佢個身份證一入去就。即係點啊？我懷疑佢好多個身份證啊，我懷疑佢。即係留意住咯，因為登記嗰度留意住呢個人係咪騙㗎咯？因為處數太多。同嗰個嚟嘅絕對佢繼續係咁嘅嫁女。你而家老實人啊，人哋咧已經係老光棍嚟嘅，人哋就想娶個老婆生個仔就咁簡單嘅啫。我就得一個身份證知嘅，你哋冇。咁我問你啦，咁你過唔到，咁你願唔願意同人哋生1兒半女啊？
佢拉我口口溝通，有咩事大家溝通噶。咁你願唔願意生一兒半女先好好過落去先？老實講啦，你唔願意嘅話，你俾翻啲禮金人哋喎，因為人哋一輩子嘅積蓄咧就俾晒你嘅咯喎，你咁樣去拉人哋大半年咁啊，笑死你，係咪先？為咗人哋嘅男人。啊，攞隻喱嚟揾食嘅，攞隻蚌嚟揾食嘅，我同你講唔得㗎，你咁樣嘅話。影衰晒我哋啲女人啊！唔好話你係廣西啊，真係全部女人都俾你影衰晒啊！嗱，靚女，講句真心話，嗰個男人而家窮頭末路嗰陣時，你諗你喎，你小心喎，你真正同人哋離婚，你就將禮金退翻俾人哋。如果你係唔退翻人哋，又同人哋離婚㗎，一個人到冇盡頭嗰陣時，乜嘢都會做得出咁，你諗你喎。你仲大把親喎，你32歲啫喎。我想問下呢個姐姐幾歲啊？恐嚇我啦，你哋冇使恐嚇我。唔係恐嚇你，唔係恐嚇你喎。你唔係見過滅門案啊？你真係嘅。嗰啲咁嘢啊，你唔使恐嚇。我已經見過係咁樣咯，因為我哋公司有個員工真係咁喎，嗰個司機就係好似你咁樣，佢3段婚姻咋喎，佢老婆後面就可以查佢咯喎，你仲要5段婚姻喎。佢個身份證一入去再登記咧，已經原來已經扣佢30歲嘅咯。人哋又大把人都係結咗3、4次婚咯，咁咪個個都你哋講啦，我都唔講，你講咗呢個叫話大把人結咗3、4次婚。攞10幾萬禮金又唔同佢生仔㗎，又3歲住又有仔又唔就使咁多禮金㗎，你仔又冇輪都冇一個。你咁樣你可以同佢，你都係咁退翻去俾人哋，咁點得嘅咧？分多又唔係有罪。嗱，嗰個男人我聽到佢咧語氣啊，同埋佢嗰種嘅性格，喺我個感覺當中，如果真正行到你話唔對禮金，又同人哋離婚我相信嗰個男人會走極端嘅。嗱，我同你講，人哋結3次婚咧，嗱好事不過3，但係你結埋今你結6次婚嘅咯喎，姐姐。得6次婚，笑死我啦！好笑，好笑。3處4處冇。你仲欺騙人哋話俾人知你結咗2次喎，人哋查到你係結咗5次嘅咯喎，喺佢之前。有30蚊仔，3次2次都唔係問題。再嫁啦咩？咁你問直播間嘅人咧，我都唔知點講。但係你我唔明點解佢結咗5次婚，一個移民仔都冇嘅嚇？係咪頭家都冇移民仔？唔係啊，佢啱先佢話佢同佢個第二個老公咧係咩啊？係有2個小朋友嘅係咪啊？係啊。啊！佢話佢人哋話你個老公啊，第2個老公啊，起咗別嘢啦。講唔定佢同乜一直同第2個老公一齊都唔出奇。遇到渣男唔得咩？我遇到渣男，遇到渣男咩？好似你講嘢，你咩過人哋多聲啦。我就唔信你會遇到渣男咯，你咁講嘢。我嚟啊！佢話咩啊？你老公遇咗渣女嘅講出嚟嘅你，作為一個女人，頂你個肺！你屋企嗰度別嘢喺邊度啊？我去採訪下你老公啊！嗱，呢個朋友仔佢話咧，廣西梁柳波啊，呃咗8次啊，我唔知邊個叫梁柳波，我唔識喎。嚇？呢個叫 case 嘅，連佢上嚟啊！你識唔識啊？咩叫邊個叫梁柳波啊，姐姐？嚇？唔知。你冇可能唔知嘅，有冇人識㗎？係咪個前夫啊？我唔知喎。我冇約有佢哋生女嗎？我自己冇有別事喎，我自己冇有別嘢喎。你真正同你自己冇有別嘢，咁我問你一個問題啦。咁你結咗咁多次婚，你收唔收禮金嘅？次次都？禮金肯定要收啦，多少都要啊！啲係我阿媽要俾我阿媽嘅，又唔係俾我噶。咁你阿媽咪發達，你作死嘛？你為咗家妹發家致富噶啦喎！結多個幾次婚都你係億萬富翁噶啦喎！結多幾次婚啊？叫你阿媽繼續生多幾個女先咯。而家咁閪好賺嘅。你講，你講啦。叫你阿媽翻生多幾個女。如果結婚結多嘅有罪嘅，警察走都作開我啦，使你哋喺嗰度。就係因為呢啲男嘅咧，嗱你哋唔好嘈先啊！你哋唔好嘈，就係因為呢啲大齡剩男咧，好似10世唔見個女人一樣。你一個女人啦，你肯定要查清楚佢啦，結咗咁多次婚都戇鳩鳩咁樣同人哋口。你係咪左手定係右手唔得啊？唔係啊，你係有問題㗎啦，佢係有問，姐姐你係有問題㗎啦。首先咧，嗱你之前咧你冇講清楚俾人哋知，你係講咗俾人知你結過2次嘅，但人哋查到你係結過5次嘅，佢構成咗欺騙㗎咯喎。我覺得我自己冇問題。
你樣樣覺得你自己冇問係啦，你本身題，你睇下，你試下人哋如果真係一告你啊，一去法例一告你，派出所啊度一捉你添啊！唔係冇問題㗎，繼續連翻繼續。兩次啦，5次有咩區別？你哋可以字眼啦。 5次啦，2次有咩區別喎？我真係笑死我咯！咁你講啦，你哋話2次同埋5次有咩區別咧？嗱，咁多出3次，你又多咗30幾萬啊嗱，咁你話有咩區別咧？嗰啲係你哋假設啫嘛。倒數第一咪係邊個嚟㗎？禮金係要抽㗎。啊，你又點？講翻幾句，我哋講翻幾句。你邊度人嚟㗎？我係廣東噶，廣東噶。啊，你講。我想問你啊，靚女啊，你廣西嘅係嘛？你當你係咩啊？你當你係乜嘢啊？唔好講後邊嗰隻角多啊！如果唔係我封號㗎。我真係覺得好搞笑，我同聽咗好耐啊！我覺得你真係你當正你自己係咩蓮花啊？係咪啊？當正你自己係寶啊！而家結咗5、6次婚仲咁下好喺度講自己幾叻啊！我真係覺得你真係影衰晒我哋啲廣東嘅廣西嘅女人啊！你好奇怪，你真係咁有本事嘅，你將禮金退翻俾人哋啊嘛！你退翻俾人哋，你咪扯咯！你喺度做咩啊？你俾佢嫁6分7分咯，你俾大把多禮金嚟收咯。小賢姐姐影衰晒啲女人，我真係覺得你真係講唔通佢噶啦。覺得好鬼死奇怪啊！呢種人。咁人我咪唔收禮金，咁以後你哋有女嘅唔收人哋禮金，收嘅你哋又咪呃人哋？你三觀可唔可以正啲啲啊？我都唔知點講啊！你認為結5次婚6次婚好正常？唔該你啦，你都有朋友有姊妹㗎。我老公再連麥啦。你點解攞三觀咁？你唔好約佢再連麥啊，姐姐。如果你約你老公連，你哋講錯先。如果你約你老公連麥咧，我就叫你老公帶我去你嗰屋企棟別嘢邊度，我直接去採訪你嗰個二老公，採訪下你二家公。不如你開直播啦，我睇下即係你啲生度要幾靚女啊！唔係，你可以開個直播，然之後咧，我叫啲人連入嚟得啦，俾你做埋個主播啦，好唔好啊？係啦，冇錯啦，小賢姐姐。蘿蔔青菜各有所愛，我靚唔靚唔係你哋去講嘅，係我老公。人要有係你啲老公，唔係你老公，係你啲老公去講嘅。係你啲老公去講嘅。你一啲認知都冇啊！你真係講嘢真係試過嘅。要到今晚我叫我老公連麥上嚟。你話連唔連啊？佢仲叫佢老公連麥上嚟，你咪阻住我講咩咯？今晚你哋嗱，我首先喺度講先，今晚如果佢連麥上嚟，唔係廣西人唔可以連上嚟評論，我全部叫晒我哋廣西啲人上嚟。哦，呢個姐姐好俾力。嗱，如果你唔連上嚟咧，我死都要抄我老公喺邊度過嚟啦。如果你今晚咁連上嚟，我永恆喺度話，我叫小燕個直播間睇埋都超過2萬人，1萬係廣西噶啦。我話嘅。你廣西嘅打1係廣西嘅，你唔好啊！個個人都知道你哋叫你老公連上嚟，你嫁得出嘛？我講到做到，講唔到。你以後唔能夠再嫁噶啦！你咁樣，你明唔明啊？唔怕嫁，繼續嫁。唔係你要嫁你可以嫁，但係你咁樣同人哋結先半年嘅婚，你既然唔想同人哋過，你退翻啲錢俾人哋，人哋39、30買貨品都有7天無理由啦，姐姐。你明唔明啫？整到12分啫，你點夠呢種女人真係未見過，即係講嘢真係激死人啊！想咁早買貨先嘅啫。好女冇怕翻頭嫁。但我唔練你啊，姐姐，你老屎閪！死啦，封鳩柒我自己先。我自己都不由自主啊，我自己都忍唔住啊。喂，你好啊。聽啊，今晚聽到嗎？再連麥，我先走啦。哦，咁好啦，你走啦。佢今晚再連麥喎。我覺得真係三觀呢種人啊，三觀影響晒成個公共資源。唉，我都唔知講啲乜嘢好啊！真係嘅，唔知講啲乜嘢，我個心白白聲啊！真係嘅，佢